新年的户外实景节目，特色都会带大家行业太自然去冒险。有的任务做得自家完成，不过有的比赛就会来同朋友合作了。特色我也都会天天成员慢慢去了，接受各种挑战，向下去集拳、金木水火土。日月潭係台灣第一大湖，離潭以前大概有33公里。韓國日月潭嘅斯朗茶葡萄係美國 CNN 生化李有명選出世界十大清獎嘅其中一類斯朗茶葡萄，俾台灣人聽說愛去嘅景點。經過上百激烈嘅比賽，積分前高嘅6個係顧志明、吳彥權、施延雲、朱憲發、陳振生、何小蓮，也都愛完成離潭以前嘅任務。比賽開始以前，先來出槍的分組。藍色。你想跟誰一組？何昭恩。為什麼？他是好朋友。黃色。那你現在要分組的話，你想跟誰一組？特特肖。為什麼？因為因為我比較認識他。不可能是藍。耶！好，我们稍后呢就要进行这个环湖的比赛了啊。那我们现在就是由队长呢跟队长来猜拳，决定我们要往哪个方向走。猜拳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我们赢了，我们决定怎么走。兩隊嘅隊長楊天來決定愛對哪個方向來出發，也在決定當重要，無共用嘅方向是影響動態哦。等下我們就按這個地圖去找我們要去的地方。OK， 拿上我們的包包啊。搭隊都會拿到一張地圖、一台 polytech， 韓國前線員現金。30人是作為錢同相關嘅收費都抵押前線員度航。你要自己找路哦。還要坐纜車。那個都是你們自己來處理。路線是這個。你們自己看哦，你們自己看哦。啊。先期望以前的吹5，一殺得2分，看慢進來嘅吹就一殺1分。比賽過程當中，安排嘅2種情形，還有一項任務，也都做得順時結結無呢。兩吹準備出發 ，Ready Go！黃水先係先輕鬆後辛苦嘅路線，藍水先係先辛苦後輕鬆嘅路線。上家嘅路愛去做當艱辛，下家就加當輕鬆，上來乃水會先完成任務呢。哎呀，還有坡啊！來，慢慢踩，慢慢踩。第一站是這個啦。黃水來到第一隻翕相嘅點，香山遊客中心，也帶嚟有3個翕相嘅點，大家向下來前看啊！看見用嘅翕就用嘅翕，地圖後用5張相片，所以前到同樣嘅素材，擺出同樣嘅樣嘅，大張相片就得嚟到1分。哎，那個拍的，立刻拍。讓我們拍一下。謝謝。哎，那個呢？立刻拍。立刻拍。啊，笑一笑。黃水東郊就地向山尋到3個指定翕相嘅點，不過因這冇詳細看真來，3張相片都冇得分。相片翕好嘅，準備要出發嘅下，斯朗茶嘅裡面出問題嘅。
原来係你哋冇風誒，我用架傘哦。那个胎破掉了。那你们现在怎么办？要去借打气筒，再重置。真的破了。你要去想办法接一支打气筒。啥？那个轮胎破掉了。啥？恭喜你啊！我们去问他一下，请问一下这边有打气筒啊？跟那个有个东西，那个去到里面去。好，谢谢。你跟他一起去借。游客张不息嘞！愛玩練呢，4分鐘內係玩得好，一下就找到第1分，超過時間就沒分數了。好，轮子就拿下来了。哦，汽水的对侧搬开，把内胎拉出来，新的内胎拿过来。那我们先打3分气在里面，轮框都有一个气孔在这里。找到之后呢，放进去，放进去之后呢，确认都没有夹到之后，再把气整个冲起来。好，那就完成换胎的动作。拿回去吧。哎，地图给我，地图给我走。好，注意安全哦。好。好走。爬坡喽！该怎么样变速自己要记得哦。对，你对副队长要跟他们讲哦。我们从停车场出发之后，我们一开始就遇到爬坡，有点陡，他们就一开始就稍微有点休息，也有点慢。找我们刚刚的中心停车场，顺时针是怎么样走？这里是什么？云品饭店。哎，不错，我们骑好远。对，从这里哎。对，没错，我们顺时针。要喝水了，就在这边吧。好，我们先骑去王母庙。好啊。到王母庙了。不用了。欢迎他，准备哦。那队长你没力了，还可以哦。只是要再骑10多一点。好。会很痛吧？哦，就应该这样子，然后脚很酸。我要先出发了，有时候。啊，队长被篡位了。我要回到第1个了，抱歉。冲啊！可以。没有。看一下身体有没有受伤。我以为我会摔下去。跌倒了，对不对？用先的就慢慢跌。这边有点擦伤而已。他就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停住，我听见声音了，你在后面，他在后面声音，我就说，想起来有没有声音呢？然后就往后看一下，然后马上就冲了，然后看到他就急刹车。可以了，不用贴，没关系。谢谢阿姨。不客气，走了。我发现手脚没有伤。有破皮吗破皮，算了，没差了，好吧？ ？OK 啊，好啊，最勇敢的 OK 啊。你觉得没差吧？可以在这里下车。要一直走，一直往这一条路，一直这样。好，那就走。你带路，看你带路，因为这个我不知道。我去问路人，我要去问路人。请问，请问一下，这个在。来个游客。要往这边走，一直哪边？哪个？请问一下，这个在哪里？这个？请问你知道这个在哪里？这个在哪里？一打哨在哪？一打扫。很远。很远，那
在大概要往这边走吗？往那边走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这边，这个。哦，那对啊，从这里绕。要走是往一直往前走吗？对，应该是。哦，谢谢。谢谢。好少人喺吹撞，仲係同刺痛過去滿熱，當家就帶團吹前到錯嘅方向。唔過唔啱團，以場下無刺心，仲係愛見滿見滿。你達到14公里，从那里啊？從下面這一條下去。哦，有一個岔路，你下去就看到岔路右手邊。好，谢谢。順着走。其实我觉得很奇怪，我明明都问清楚，然后最后怎么看到一个就要再问一次，一定要再问一次吧？我们现在哪？还没到这边吧？在这个，在这边，还要很久。快，还很久。我们应该走对了。出啲黃水行啲嘅客廳行嘅路上嚟充滿嘅世界，南水已經去到愛潮流浪嘅素材嘅，佢阿掉前面都翕相嘅點冇咯。所以我们3个是什么票？然后3个9组，然后我们3个是票。3票啊。3位小学的话，一个580，一件730。那你们进去9组，我们今天有一个这个金矿3探险没有开。可是1700哪扣？他没有。这个是表演的时间都在这里哈。一个人580，3位1700。够吗？才1400。请问这边是9组的话，车里吗？够了。这个不是，这是我们缆车站而已，还是你们不进9组？这是缆车站而已。那我们要去缆车站。那我们没有去。对，我们要去这边换。3位乘客的话是900块哦，这个是来回的。哦，那够了，那够了。一样这个送你们哦。谢谢。哦，等一下，先看冰淇淋，你看它折价5元，所以先看。那100，先看最便宜的，我们再买100块。在家見唔用咩打送啊？喂，人哋啲嘅比賽呢，唔係啲嘅遊覽啦。是这边吗？是这边。这里。确定要浪费时间在这个地方？对啊，缆车上不能吃东西吗？但我怕时间会不够。所以你们2个吃。要那个什么？我吃过一个。我们这队好像3个都是吃吃喝喝啦，就一边骑一边玩比较多啊。他们在缆车站还吃了爆米花，也还有吃了甜筒，对他们真的是就一路吃吃喝喝。Oh my！ 还没吃哎，我不要吃哎。好，没关系。你有买爆米花吗？你们出来观光的啊？仲想就到日日探草流浪嘅茶站，準備愛騎踩架下，踩見人撈臉。撈臉第5分鐘內站好，一殺第1分，睇超過時間就冇分數了。故意用坏。对，干嘛故意用坏？好没？小心在转的时候手要离开 ，OK 吗 ？OK 了哈，哎，你怎么厉害啊？好，那就准备出发，把你们安全帽都戴起来了。站好嘅踩騎得咧，南水準備愛騎到下二站去，下二嘅翕相點係宜他燒。在这里。好，然后1、2、3。先輕鬆，好艱苦嘅風吹，將愛騎重搖搖嘅家。好吧，現在就往上走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这样骑的，我不想骑。还有很久哦。还要爬完这个坡，你看，连续爬坡哎，喝水。
哦，不比快哦，不比快，用自己的节奏哦。到上面再做补水，哦，在这中间150公尺呢，我们激励自己不要下来牵车，好不好？好，在这边先休息一下。还没拿，我们3个一起前进退，之后下坡一样小心。我脚在抖了。如果真的很累很酸，要说哦，不要硬拼。OK 了吗 ？OK， 好，出发。哦，上坡很多。那你们自己去购物吧，要水的补水，要食物的补食物。他们现在就是一昧的想赶路，哦，那有时候会忘了队友还在后面，一股脑的往前面冲，特别是队长。他们现在就是不断的去摸索这个路线，没有主要的一个策略或是一个组织的想法。在这里啊，加油，再带路就好了，还好。我们吃完玉米之后，你就要出发了。你们除了这些90，一直30。到旋转不是那边买了一人一个玉米，然后我们只花了90块就解决我们的午餐了。我们抱着比赛的心态，所以还在超级努力。我们吃过3分之2就先取了，这些剩下待会再饿的话还可以吃。呢度趕時間，黃翠都幾搶食飽食，藍翠比其他條行卡啲好享受。看哦，好大，很大，快点哦！这样哦，我很怕它很怕比。在，我要走。好。怎么了？你怎么忽然停下来了？好，停。我看一下有没有。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没有错啊。一打上我们拍照过了嘛，对不对？刚好用手这边。还有蓝队，我们看到蓝队了。嗨 ，hello。他们迷路了。有几个？你们迷路了。你们才迷路。你们迷路了。走，冲啊！走啦！走了啦，他们已经来了。这样子，然后相机呢？相机拿出来。来看来喽。試驗犬啲上架嘅世界，表現出無人以為能力同正確嘅配速能力，去睇軌跡上架嘅路。他很認真騎，他的叉在下坡沒有什麼衝，可是他在上坡反而比男生騎的還要好，因為他沒有亂衝，他騎得很好很順。因為我不是那種耐力型的，所以一下是爆發的，所以很容易流汗。不像他，超厲害的，從頭騎到尾。我在這裡。象山，哦，象山你們要拍2張啊？哎，那我們還可以拍3張。對嘛？要不要再拍1張嗎？上去拍好不好？爬上去拍。不要。確定？你們森哥沒力了。沒有騎過像那麼遠的，而且那麼難爬的，好累。森哥都亂衝，後面都沒力。森哥講話。我前面太多爆衝了，後面都沒有力了。大家有沒有準備好？我跟你講，我們多他們2個隱藏點啊，對不對？我們多拍2個隱藏點啊。來啊！1、2、3，加！你都還走！下坡，多下坡！下坡騎慢一點哦，好不好？黃翠總算騎到流浪站，加下藍翠第一片強鬆嘅食冰淇淋同幫包小人，黃翠溫用嘅喏。下翻進來。等下到那邊再騎，直接再騎。本來以為很輕鬆，只是平地，然後繞一圈而已。到那個長步道而已，結果要騎好累啊！對啊，我到現在才知道越很累。你看這裡有一隻像瓢蟲的蟲。對啊。
我只是飘走，他不知道那很高。我们要拍一张照。哦，叫你们拍。方便帮我们拍吗？可以，随便拍。就按哪里？按这个对不对？按这个对。他要拍到上面。哦，好。望水伫个等爱转的流浪家下，亚世界就做得安心享受一下饱受的好滋味。南水总算其实按健行的上架亚节路，接下来应该是较轻松的下架的路诶。来了，脚抽筋了。我还是上架呢。原来啊，南水因为太巧的，全无看地图，没无去问你，规个行岔路诶，也会影响到行到的成绩无。我们走捷径，我们爬山才会留下来。而且那个自行车公路，那个不是人骑的，骑不了的就青苔一大堆，几乎没有人骑过。前面，姐姐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帮我们拍吗？我们要完成任务。对，来开始。骑到一打上那边超累的，因为那边有很多上坡和山路。对，上坡很多。我觉得很好玩，一开始我还不习惯，所以骑得蛮慢的。他觉得自己好厉害，哇，终于骑完了，超累的。望水总算完成任务诶，其中重点。也世界南水旱地嘅向山万里了呢，结果咪因为超过时间也冇办法得分。33年虽然都未到強硬硬嘅，不過還係堅持愛其中終點，離望水島嘅時間慢了40分。快，黃隊已經等了好久，他手機提到谷底，因為以為我是第一個回來，然後發現黃隊怎麼站在那邊。好快！中東腳無聽錯會打頭名，喺過程當中要曉得分批速度同體力未當重要，水上嘅兩套能力涵蓋係關鍵。今本日嘅任務，何小瑩、吳彥權、朱憲發、簽詩陽嘅，下一度再過來相見。為什麼？今天是你學狗，還是你今天學狗爬，然後再被狗嚇到，然後就撞到別人？是你今天被狗嚇到。